經濟成長與科技進步本身唔會自動帶來幸福，只有當回報與希望仍然能被人清楚感知，幸福機制先會被啟動。一旦希望嘅距離被拉開，文明越進步，幸福反而越難生成。你有冇試過細個收到一封信可以開心成日，而家電話彈出多個信息，只係覺得煩。以前等一樣嘢會期待，而家乜都有，反而冇乜感覺。所以你有冇諗過點解而家會流行盲盒？明明唔知入面係乜，但就係呢幾秒未知嘅感覺，成為你而家少數仲會心跳嘅時刻。如果連開心都要靠未知嚟製造，咁我哋到底係生活方便咗，定係已經太麻木？以前真係好容易開心，因為你好清楚，你做完一件事，好快就會得到回應，溫書就會有成績，做嘢會得到讚賞，世界就會俾你一個收到嘅信號。所以人嗰陣時好容易滿足，但而家唔同咗，你明明做多咗，捱多咗，結果卻永遠要等，加人工要等，升職要等，連想安心生活買屋更加要等好耐。好多時做完都未必有你想要嘅結果。你唔係冇付出，而係付出同回報之間好似突然快速拉開咗一大段距離。文明越嚟越快，標準越嚟越高，希望好似仲喺度，但永遠喺前面一段你追來追去都追唔上嘅位置。其實從演化心理學睇，原始人捉到獵物就有得食，回報係即刻嘅，所以腦袋好容易覺得開心，覺得成功。原來幸福唔係睇你擁有幾多，而係你努力完之後個結果距離仍然在你感覺得到嘅範圍之內。問題開始變得明顯，其實好簡單，你一日起身，未開工已經要回信息，未做完手頭嘅事，下一樣工作已經排緊隊，工具愈出愈多，你未學識，第二代已經出咗，因為根本冇時間慢慢學。你唔係懶，只係事情多過你處理得到。你會發現生活入面多咗好多嘢要顧，租金、開支、工作表現、比較、進度，腦入面長期都係待辦清單。就算放工，電話一響，你都會反射性拎起嚟睇，好似錯過咗啲咩會有後果。生活係方便咗，但好多事都變成完成任務，食飯變咗充飢，休息變咗回復體力，放假變成趕進度。你一日其實做咗好多嘢，但問下自己，有冇邊一刻真係覺得滿足？反而講唔出。所以問題唔係你做得唔夠，而係而家嘅生活方式本身就好難俾人感覺到完成同夠。慢慢你會發現，幸福之所以變得困難，係因為科技的進步，讓由你親手完成的事情越來越少。過去很多事情需要參與過程，做飯、處理問題、得到結果，你能清楚感覺到自己正在做一件事。現在做飯等於在 App 上確認，買菜等於按一下確認鍵，叫車亦都係確認鍵。過程被壓縮，參與被省略。你完成了很多操作，卻很少產生真正的完成感。同時，你知道努力仍然有回報，但嗰個回報會變得好困難。今天做的事情，今天不會有反應。這個月的付出，可能要1年後先知道有冇結果。你並沒有放棄，只係好難再從生活本身感受到自己正處在咩位置。當一個人無法從日常行動中累積存在感，感受自然會變得遲鈍。幸福並不是不存在，而是缺少能夠被即時感知的落點。呢個唔係制度問題，亦唔係文化或個人問題，而係現代文明本身正在不斷削弱人與過程之間的連結。